杞姑娘今早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啟發，係關於有時我哋都唔知點解自己想死。記得一次輔導一位中三嘅學生，佢係被確診有自閉症、譜系障礙、言語障礙、中文語文能力偏低同埋抑鬱症。學校邀請我去輔導呢位學生，係因為呢位學生試過多次企圖自殺。佢試過衝出馬路想被車撞，亦都試過喺學校高處想跳落嚟，亦試過將個頭想撞落 locker 度。學校老師、社工、教育心理學家同埋父母都冇辦法從佢口中知道佢點解想自殺，而我亦都唔敢肯定我第一次見佢可以知道佢點解想自殺。我嘗試邀請佢畫一幅畫，希望從畫中得到一啲線索。另外，亦都請有關嘅老師同埋家長嚟面談，希望可以了解多啲佢嘅學校生活同埋屋企嘅生活。最後，我發現原來佢有無形嘅壓力，係關於學校對佢設有一個不切實際嘅期望，而佢自己亦都對自己要求好高，就係關於要完成中文嘅寫作同埋理解嘅功課。原來佢過去嗰3年都係冇辦法好好咁完成寫作同埋呢個理解嘅中文功課，要媽媽陪佢每日做功課做到2、3點夜晚，同時間差唔多每日都要留堂去補做返中文嘅功課。最後我同學校商量，喺中文功課上邊設有調適，或者有時我哋都會有想死呢個諗法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哋都可以停一停，靜一靜，去睇下自己會唔會對自己要求過高，設定咗一個過高嘅標準畀自己，而為自己帶嚟無形嘅壓力。或者當我哋要求自己去做到一樣嘢嘅時候，我哋會唔會都設定一個合適嘅標準，或者係根據我哋嘅能力而去要求自己呢？祝福大家。